陈太太，你有啊啦？我查甫人的，我迄个会使凊彩用较差啦，都是小我讲。哎呀啊哦！你这没有用的东西！你快走！黄宇轩，小子，黄宇轩，你给我停下来！我真的可以跟他保持距离了，可是我们不是原本就都好好的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好，你看着我。那你还要跟我结婚吗？陈教练，不要求婚，不要性子。这3十万，早就爱还你啊！陈嘉玲，你看妈妈，你看妈妈，妈妈跟你讲，知影无？你真勇敢，你嘛真坚强。你现在做妈妈要像个大人一样啊！ 1、2、